一贯道神园山庄一和盛堂简介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米乐园。山门：武圣宫。附近设子村镇安宫。台南艺术大学。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。天坛。吊脚。1、2、3、4、5楼级。地下室与厨房餐厅。兴建中的武圣宫，供奉五大菩萨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。开荒。国外佛堂。道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。庆典活动。重要网站。展望。道场简介：山庄风景。4世外桃源。名产。有产菠萝蜜特色。感想：一和盛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心设计，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米乐园，由菲律宾道心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。山门特色及对联希望：圣玉贤官3600圣寺18000贤武圣宫，供奉五大菩萨：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设子村镇安宫。台南艺术大学。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。天坛吊脚。创建者：已故陈前人，一手大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、月会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、张秋圣老前人及一贯道神园山庄一和盛堂简介。